12月21日，何處有人，何處有愛，何處有人，常住必常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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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馬太福音1章18至25節，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。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，還沒有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當眾羞辱她，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。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，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她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這整件事的發生，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：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。約瑟醒來，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過來，但是沒有和他同房，直到他生了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默想主題：上帝掌權，遵照吩咐。當我哋越認真嘅時候，往往會面對更多嘅疑問，但係你要知道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係上帝仍然在掌權，你只管喺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你而家有咩疑惑呢？將你嘅疑惑帶到主耶穌基督嘅跟前，睇下佢有咩同你講。
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默想中所思所想，與主所談及嘅一切。此刻，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將呢個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特別想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顯示嘅內容，慢慢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誦念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